日头眼睛出的俩扎哈酒，记得容海前面晒得爱该翻油，光光该流星音，快乐对脸撒油，一个风一的脸 DQ， 爱流总还会多，胸襟大给吧，让一心。病啊，爸啊！我有机会走了。咱养孙呢？哎呀，外孙呢？伊今天带家甲洗几河巴搞水，唔对吗？快点！阿婆，对不起啦，我不会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啊。俺莫讲放弃了，总得放弃落去。你不好好珍惜自己，万一用用的，阿婆会有多伤心吗？阿婆。阿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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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婆。阿弟姑，哎，做迄案例照出来喊伊，做嘛该喏？爱谈的是做嘛该啊？你大白都问爱做嘛该？三更半夜唔睡嘛，我当然会问你做嘛该啊。我来看你有没有晕倒啦，然后你睡那么熟，我担心你发烧啊。枪又对我热到，血压又对我高，没发烧。会疼啊，睡哦。我梦到你晕倒啊，很恐怖哎，你整个人都变成空巴空空。我嘛开眼用听唔死哦。哎呦，睡过去一点啊，我要跟你睡。我要睡里面。啰嗦。阿婆，帮我抓背好不好？我生病还要帮你照背呢。你先帮我抓背，我再帮你抓。现在退呗，所以无咩爱照背喏。
没有啊，只是我觉得你上次帮我抓背以后，我觉得睡前抓背很舒服哎。台北硬吧，所以莫咩好嫌爱走背喏，很冲撞哦。右边一点啦。哎呀，上面一点。嗯，右边一点。上面。咱讲爱人爱走。就来准备早餐好了，让阿婆休息。煮稀饭应该没有很难吧？米菜米，哎，这里。喂，阿婆，你干嘛啦？你还不是常常这样喊爱？按照风气来做嘛该喏？我要煮稀饭啦。做个本来说啊，哎在呀哦，阿婆下阿婆下，我没有要煮给你吃，我要自己吃的。你晓得啦，来吧，啊，我是小孩，当然不会啊。可是我不会，你可以教我啊。我教你用电锅煮稀饭，哈，瓦斯炉太危险，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对吗？知道啦。好，来，要洗米。哦，叶子，锅子拿过来。哦。哦，这个水要流。这个水为什么不倒掉啊？哦，这个水很有用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水啊很有用，我们可以浇花浇菜，倒掉很可惜，所以要留起来。真的啊？来，这米这样洗好了，嘿，就这样洗就好了哈。看哦，放进去，然后外面，晓得吗？按下来，等它跳起来就好了。煮稀饭看起来不会很难哎。大概事情都不难，看你想不想学，对吗？来，我们去菜园浇菜。这个我会啊，阿婆，你去休息就好。哎，黑暗来的，要均匀，要用这个。来搞你看，看到？你嘛，有多少道？要均匀。很勇敢哭
那这样开，放这就可以了哈，对吧？不会咬我吧？不会啦，好了。这个是给鸭子玩水的，那如果干了就要放水，对吧？还有饲料摆这里，啊，那对吧？搞我啦，臭啦！臭麻该啦。这个好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出楼要关门呐，对吧？阿婆，你在拜什么啊？拜天公啊！我们要感谢天公，给我们好天气，给我们饭吃。客家话的天公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老天爷啊，神明啊。那下雨的时候应该就不用感谢了吧？光有日头没有下雨也不行，反正啊，不管什么天气啦，天公都有安排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啊，阿婆，我觉得不太对劲啊。那台风应该就不用感谢天公了吧？嘛该啊？现在很多台风让海湾很多地方淹水，这样应该要怪天公吧？新年的，唔知嘛该，乱讲吧，莫看，莫看，莫看。赶快跟天公说对不起，说你不小心乱说话，啊，说对不起，不然你明天耳朵少一边哦。哎呦，你骗我的啦，怎么可能？你不信哦？不然你想像阿孙的那样？阿孙说就是因为这样乱讲话才会变这样子啊。你想呢？对不起，我乱讲话，不要再跟我这个小人计较，拜托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慢慢吃，不然会噎到。你有吃很多哦？这么早起来做那么多事，肚子很饿哎。哦，这样叫做那么多事哦。好，等一下你在家休息啊，我要出去。你要出去啊？去哪里啊？我要去送药的，很多人订，不去不行。那你可以明天再去吗？万一你要晕倒怎么办？哪个身体没爱惜啦？我已经好了，对吗？你留在家，我去送药的。姐姐，吃饭啦！来，吃饭嘞，吃饭了哈。哎，阿弟哥，要出去了哦，你在家乖乖的，不要出去哈，不要乱跑嘿。哦。等一下，你忘了带斗笠。哦，我帮你牵车啊。你做嘛该老爱送私人茶？我跟你去啊。听下去，做嘛该喏？啊，不然呢？万一你晕倒怎么办？来，老人公公，我已经好了，我已经好了哈。走啦，走啦。星光的无梦，梦似天梦水里。避难寒冬里，浮云盖上云。来，老人公公，我已经好了，我已经好了哈。走啦，走啦。咦，啊你去干嘞？我要带你妈妈斗笠啦。我才不要哎，这么丑，我有擦防晒油啦。晒油哦，哦，像什么用？到底走不走啦？好啦，
敢用研究本的，我敢用带练哦，哎呦个去剑棍啦，去。啊，看你那是，哦哟，也就通了，也要痛哦。也那做工落水了。我来呀，送这给你啦。啊，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啊，我来去啊，拜拜。哎，阿婆，停车啦，停车啦！哦，阿婆，危险前面是上坡啊，帮你牵啦。哎呦，按啰嗦。小心啦。矮啲啦。坐一下。哦，矮來啦，矮來，帮你啦。坐低，坐低。哎呀，來啦。哦，慢點哦。哎，來啊，下牆坐坐。來。阿婆，你不喝哦，先给你喝啦。你先呐。哎。哦。阿婆，别人吃你的草药是真的有用的吗？当然有用。阿公以前是中医师，他过身以后，我就把店面收起来。可是有很多老客人哦，要生，我就会把它配好，帮他们送去。现在应该可以回家了吧？已经送到差不多啦。那有，还有一份呢。这一份很远哦。啊，很远哦。哎呀，希望你要等我这个送去。算了啦，我陪你去啊，我不放心。好了，等爸回去哈，煮绿豆冰给你吃。我不要吃绿豆冰啦，我要吃哈根达斯。那个嘛该啊？就是很好吃的冰淇淋啊，我最喜欢吃了。嘿哦，嘛该是哦。我煮绿豆汤比较营养啦。不要啦，阿婆，我不要吃肉冰啦，我要吃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冰淇淋啦。冰淇淋懂亏呢。哦，你很小气耶，难得我回来，你偶尔对我好一点吧。那对你好哎。还不错啊，但是还可以再进步一点。这谁喂？好好好，先去送药个，然后再去买马盖士。不是什么事啊，是哈根达斯啊。哎，难离了，马盖士啊。阿婆，喂，你以后可以教我骑脚踏车吗？做对啊，回去骑哦。我们走这么高这么远哦。阿婆，我们不要去了啦，这条路好难走哦。再忍耐一下，很快就到了哈。我不是担心我啦，我是担心你走不动。你也会担心我哦。走吧。哎，对，到了啦。哎，这里哪有？等下哈，哪等？哦。我乱坐哦。哦。古太太。小鬼，你在这里干嘛？那你怎么也会来这里啊？没礼貌，这我家呢。
你跟谁来的？我跟我阿婆来的。阿爹过，哎，阿婆，是你哦。小五，哎，那小孩是你带的吗？哎孙呢？我孙子啊。是你孙子哦。哎，他前几天到处说要去车站呢。哦，他离家出走有被你遇到哦。哎呀，对啊，我就说他看起来怪怪的，小薇还说不会，原来真的离家出走。他幸好有回来，不然走失就糟糕了。嘿呀，原来这是小薇姐姐的家。你要的哈，我给你拿到厨房了啦。妈妈今天精神好像不太好哎。他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天了。哎呦，来看哦，还是把他送去大医院做个检查。我这腰的哦，不能治本，加减保养而已啦。我们家哪有钱去医院啊？健保已经好久没有钱缴了。啊，阿婆，要多少钱？不是啊，不急啦，改一天。你每次都说改天。改天嘛，又不急，你们也跑不掉，我不怕收不到。哈，钱哦，拿去给妈妈买一点营养的东西，补身体较重要。阿婆，安这些。啊，我一来。好，我一来。嗯。我递给你。有，再见。再见。哎。阿婆，你每天都这样送药，每天吗？哎呀，每天啊。是我爸比没给你钱，你才这么辛苦赚钱吗？阿婆不是为了赚钱，阿婆是为了帮助别人。所以你刚刚说改天的意思是你们要收他们的钱啊？很强哦。他们家哦，有欠债，不是很有钱，还有好几个小孩要念国中和高中。那个优给哈没有多少钱，阿婆能帮到他们哦，总欢喜呢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哦，施比受有福，听过吗？好像有听过哎。有的人哈没东西吃，有的人哈没钱读书。电视新闻有报，非洲的青年啊没东西吃，听过吗？我们啊有东西吃，有房子住，爱干家庭工，所以我们要惜福啊，不能只有自己好就好。有能力的时候，一定要帮助别人，对吗？阿婆，唉，我们今天还是不要吃哈根达斯了。因为喏，没有为什么啊，我只是觉得今天不想要浪费，我们还是回去吃绿豆冰好了。仔，最近迄个理解好重，一讲手底。啊，走啦。因为安排我安排我。走啦。星光的无梦，梦似天梦水流。先走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王丽，哪个转来？都来给烟。好，你马上到。哎，更叫嘛係啦。哎，都同講，個冇事情要有保險咩？不是，牙齒都沒有。用來啊，
叫哪讲我讲嘅啊？啊？歹勢啦，我聽到佢出車禍，我仍然當驚嘅，就想到你。本來就應該打本嘅，冇打本人會欠啊，衝到按樣衝。冇事情啦。佢頭腦碌到，團體佢叫天天，好人講啊，拍斷手骨電到用，下一擺啊，我要較早。係咪講笑哦？你點解搞阿鳳要結社啊？我很寂寞暗天，佢就講冇辦法去存錢，結果根本就發生意外咧。喏，命較重要，也係錢較重要。也錢較重要呢。我老公是個查重快體，可能要賠。賠就賠嘛，也上岸多種嘅，你好怎講嘛？我知啦。歹勢啦，半夜就結妝。永生唱嘅情阿哥，營養嘅對老妹講哦。佢唱聽嘢花，我係冇咁易來哦。佢唱ไม่สั่งจะทง嘢錢，可能ต้องการคุย。對啊。也有半年，是那希望用最好的止痛藥買掉部分本嘅身。我賺得那年錢啦，我很易來哦，沒有年錢。當然的，大伯講嘅天數，你只講唔是。老佢強下睇，佢動作講係，一下佢做茶貨，營養做得唔慣咯。其他冇辦法注意視察，人家掉喺身旁用下啥？一錢拿去，係種種的安心上班。什麼嘢啊？我唔知講乜嘅。這個也出8年，今年是來個冇卡，專心照顧永生。聽永生講，佢說你選去花蓮嘅事，佢很好冇？很做得，不過開點經對呢，我哋就進來。你打算幾時接佢進來？可能聽講呢，唔是小李軒，嗰個會接佢進來，還會送佢去青班啊，專心照顧永生就好。講要進花蓮嗬，永生出車禍嘅事，千祈冇講咁樣講。佢會笑啦。係啊。什麼？你唔該阿天數，再老嚟講啊。係啊。你用按走？你干嘛又下午啦？还不是，我很早就睡了啦。帮我做个2杯米，这样子的水应该就够了吧？一浇9杯，强哦！阿婆，
乱包，帮你夹菜。我也想学煎乱包。好啊，来搞你。什么啊？要不要放有啊大？，等一下，你现在放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要不然变乱罚。我来了。哎呀，阿婆，你快哎，还是快点啊！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渴了。没有，哎呦，哎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我来了。当心啦！哎，我会了，给我了。来搞你啦！快点啦！哎呦，快点！你得有教哦。还不是都你速度那么慢？哎，太慢你把蛋壳打进去哎。对。对啊。妈，你让我怎来呢？身体唔好，你有冇老眼讲嘅？会经过点嘅，睡眠老眼讲。医生看到用过，冇用的啦，休息一下就好诶。来看哦，我带你去睇医院检查看呢。唔是啦，抢嘢就听听，这么该喊爱去医院。我真无爱拿。按道说，当年应该要做健康检查，万一万一乜该？我唔得眼用诶嘿。唔系啦，我迄间一年伫台北，无伫啊，我迄个无输送还袂时候。七家要照顾爱七家，唔是少啦。抢顾好也投入老家庭就好诶。又唔是菜喏，也下阿弟姑哦，懂晓得咧，爱无输送的时节，佢会照顾爱，陪爱去送药的，老爱送私郎茶。我们阿弟姑来这么多天哦，越来越乖了呢。对啊，爸比刚刚有看到你在厨房帮阿婆的忙，爸比很高兴。你看你好厉害，现在还有煎荷包蛋呢。来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阿弟姑啊，爱弟你无欢喜，阿爸送唔来呀大位的，你也做唔得老给按你讲法啊。你爸爸也是为了要赚钱养你，怕你在台北没人带，才会把你送到这里啊。哎，按老阿婆呀，黑毛。可是他骗我就是不对啊。讲法了，手黑唔错。那我处罚你爸爸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快点，妈，快点，大白兵，快点。妈，真给他打奶啊？过来，吉爹。我从嗰時候邊一個曉將唔十分大個嘅。孟英興唔講法了，我從細就教唔做唔得講法了，結果唔對阿弟姑講法了，安尼唔愛阿弟姑行一半用的相信啦，手伸出來，手伸出來，打一下，讓阿弟姑知道說謊不對。阿婆，赶快打把筆啊！趕快，手伸出來，打下去，打下去，兩扎數，打下去，打下去。阿婆，你打完了？打完啦，我不是說打一下，有打就好了啦。阿婆，你太小力了啦！死猴子，來當啞巴按翻去嘿，吃飯啦。
爸知道错就好了。阿婆有蛋来哦，不要生爸比的气了，好不好？骗人的生意都无像唔按的按好看。好啦，小看呢，去甲剪呢，有较好什么？有较好什么？爸比试一下你的荷包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星光的无梦，梦似天梦水流。避难寒冬里，不应该生病。阿公诶，大肚转来，听说冻口的吼，去洗一下，来洗水。妈，我来洗。唔是啦，来洗就好。妈，我汉地转来，本来别气害。按爱洗，要本洗。妈，你还用放头粉洗碗哦？你又冇用洗碗巾哦？这种发好的东西哦，无洗枪对身体唔好，对环境也唔好，含迄哦，较少用台的。好。洗较枪台的哈。阿弟。要洗种好的嘛？洗好呀。没啦，台北嘅洗。好，都装好诶。妈，阿弟个带转来，麻烦按叫排洗哦。切开顺嘞，怎样会讲咯？无啥个人来讲唔好啦。好啦，下周我就带你转台北。根本嘅就爱讲，爱按讲吓。叫安亲班行爱上，开恁去见对外，落去接转去，讲排洗紧麻烦。伊哪要排洗？伊迄讲爱搞快阿弟姑呐。妈，开恁唔要安尼想啦。唔巴到爱唔知，佢唔好转来吓。希望你也得转来讲言，佢做嘛该老阿弟姑讲到见度好唔出来。这因为开恁伫台北太没办法练啦。好诶啦，唔是推尔不用讲法，人人讲阿弟姑动情，唔好抢着做事，佢要爱教育。生人呢爱欣赏，要爱热爱。叫当多事情唔晓做，係因为无机会做。本佢机会好好的教，伊讲佢手晓得。无看到一下，佢青浦动多嘿。好，我会老凯恁讲，希望唔搞我乜嘅好风吧。那有嘛个风啥？唔得啊，着唔好太上佢手好的啦。你们要讲什么啊？怎么讲那么久？讲你最喜欢的事啊！阿爸讲，根本日爱接唔转台北，没关系哈。今天就要回台北哦。你不是想要赶快回台北吗？给他东西叔叔哎，下午我们就走。哦。
好像没碰过你。还不是你都没洗澡，这么脏，谁敢摸你啊？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回去啊？既然都要回去了，我就摸你一下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要回台北，我却一点开心都没有。哎，你以前不是很怕狗的吗？这些东西收一收，我们下午就走。你去哪？我要去跟朋友说再见啦。又这出戏的喏。佢講嘅前朋友，佢啲係有朋友哦。生日啊，行去歐遊盤，佢來冇見到你啦。留佢按到嘅生日呢，夢開哦。係哦，我巴到佢搶好落電動玩具交朋友，冇想到底下有交朋友。按叫，萬人都會掉機哦。錯啦，喊到轉來，去看阿孫的啦。其他阿弟姑真係很，對阿弟姑當好誒。今日阿弟姑講愛轉台北，阿孫的哦，插腳嘛搭把得阿弟姑轉來，叫到留下咧，係啱啱嘅經銷。迄親記，佢聽咗動聽。好，今日過去哦。阿孙呢？我吵挨都吓死啦！暑假作业呢？孙呢？唔記得嚟哦？你係阿公嘅啊？阿公嘅？阿公诶！係啊！你又按神經哦？你從邊上丟丟嘅？叫咩邊按啊？按台上，按台上，你又邊嚟講啊？牙邊紅啊，牙邊牙尾nap咩唔吹啦？阿公你真係你大牙，我記得啊，阿蘭哥，幾按嗰阿公嘅？係拉連雪，唔中意嘛？乜嘢？識阿公嘅？識阿公啊？我中意佢啊！佢哦，我就嗌了，對嗌當哦，我要食隻當昂咧。睇下講嘅，唔係講啲台北大你媽幫啊，全網騙人。記得。係啊，冇大幫啊。大你媽幫啊，嗌哪啲吧？啊？對咗。唔用你起啲樣哦。打電話。哎呀，唔得8點鐘嘛，你喺台北咯？台北。一台北。我要8點，打過來。等等下。鈴。喂，請問你？我要見阿孫呢。我做係有乜事情呢？我老人講按子寫哦。做乜講按子寫？聽講唔把啲個轉來，叫喊入去。你看，好咩？好嘅啦。你講出去唔作鞋咯？下禮拜出去要作鞋，點啊？有啊，我記得我出去有作鞋咧。我聽佢哋講啥？去茶條，過去哦，要行到河壩去，過去講嘅就當天，我係都唔見得啦。河壩？人做到安尼咯？曾經當然哦，好嘅，阿公啊見行，我就希望你見行，好行當然呢。有講佢走睇，走去見聽佢，做冇？真見安子寫哦，迄個冇唔咯，李軒做要衝走嘅。我二娘阿妹同講法呀，係咪阿公嘅？識阿公嘅，我同佢講法。佢冇地方卡，幾情朋友誒，下晝最老嘅向下轉台北咧。轉台北？唔可以啦，唔可以轉台北。
唔好解決轉台北。呀，我停唔啦，我最後一天吧，冇啦，你轉台北啦。阿孫誒，唔記得話來啦。阿孫誒，唔轉意啊，唔好啊。同我講，唔，叫佢留下來同佢聊，唔帶轉意啦，要講啦，你台北，我要發電哦，唔好過來啊。妹妹，這多少錢30元。哦，30。嗯，好，給你。谢谢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爸今天就要带我回台北了。哈，你爸今天就要带你回去了？哦，我们才刚成为朋友，你就要走了？那你寒假才会回来了吧？好可惜哦，没去过夜市就要走了。什么夜市啊？每个星期六，学校旁边都会有夜市。没去没关系吧？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去夜市啊。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夜市呢？夜市很好玩哦。我最喜欢射飞镖、捞金鱼，还有套圈圈。对啊，还有很多好吃的哦，像我就喜欢吃咸酥鸡、臭豆腐，还有烤玉米。那些东西一点都不好吃啊！你该不会都没吃过吧？这些都是人间美味哎。我妈说路边摊不卫生啊，吃了会生病。我们都去餐厅吃饭啊，不吃夜市也不吃路边摊。你妈好奇怪哦。她哪里奇怪啊？她很漂亮，也很 fashion 的好吗？可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吃路边摊？上次你不是吃阿巴婆的板条，那个应该也是算路边摊吧？你还说很好吃哎，你忘记了吗？而且你吃了也没有拉肚子啊。是没错啦，但是夜市真的有这么好玩吗？保证好玩。我们花莲的夜市跟台北的不一样。你去过台北的夜市啊？你怎么知道不一样啊？乡下夜市当然跟都市的不一样啊。对啊。没去过我们花莲夜市就要走了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可是我爸今天就要带我回台北嘞。那你跟你爸说明天再带你回去啊，反正明天是星期天，又不用上班。好了，明天再回去啦。对啊，反正明天是礼拜天哦，就要留下来啦。对呀，这边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哦。毛空空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只要知道阿婆有多恐怖，对不对？更恐怖的是，他这样对我，居然还喜欢上这里。你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想回台北吗？是没错啦，可是我发现现在我不太想回去了。啊，我想到办法了。这招真的有用哦。肚子痛，压一手偏手啊！又来了，上不出来是不是？哎呦，我还是肚子很痛啊，爸比，今天可能没办法回去了。夜光奔无人当中，叫人奔夜风吹响，一步步离开故乡途。原来我比主意很勇敢哭，离开无下的路，了寒冬清楚。嘅苦，祈求敢喊袂記得，全部下嘅路，了寒冬清楚，有幾多嘅苦，用心感動，無夢世界莫水。